弟兄姐妹平安，家庭礼拜信息题目得救之道。圣经米迦书米迦saka pitu Jepang pitu tusir tangsa saka falu tusir。米迦书7章7到8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允我。Kaku tunu maku i pasaira kaku i tapang mitala kaku tu kawas pauripai tapang aku mitengilai ku kawas tu pitulun aku。 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Zaika ai sara haker sanku asa niam tala jua ma tulu kami nikaurira larumu wat haja kami it manai ho kami I matini nikaurira papa asiren no tapang kami。 先知米迦所面对的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堕落的百姓，拜偶像，违背神律例，行不义，所以神将他的百姓交给仇敌，就是外邦国家，不认识神的国家。那些仇敌向神的百姓夸耀，欺负他们。先知米迦也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而坐在黑暗中，但先知米迦仍然对神有信心，看见耶和华是他的光，但他需要服下来，忍受神的恼怒和仇敌的欺压。他耐心等候神，相信神会为他伸冤，领他到光明中，他必得着神的公义。如果我们常常亲近神，追求神，多多被圣灵充满，真的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需要落入黑暗当中。有时神允许苦难临到人，好叫人认识神的公义。有一个基督徒52岁，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儿女成才，他拥有房子、车子、船和许多高级的东西，还有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很爱他。然而随着成功而来的却是很自负，也很骄傲，以致他远离了神。虽然他家财万贯，很富有，他的灵命一片糟糕。他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爸爸妈妈都是委身在教会，在主耶稣里面。他的家人不断的为他祷告，但他不愿靠近神，偶尔蒙神光照。他虽然认罪悔改，不久又回复老样子。神曾经警告他，若他再不悔改，将生命全然交给耶稣，必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每一次他都置之不理，不理会神的声音，消灭圣灵的定罪还有警告。有一天，汽车经销商通知他订购的新车已经送达，他很高兴地跑去取车，飙车试车，没想到被一辆厢型车逼到路旁，冲进一辆停放在路旁的大拖车底下。他的手遭到严重擦伤，下巴裂开，
2颗眼珠子都跑出来了，他的脸被撞得血肉模糊。到现场，急救人员都宣告放弃。最后看到他在挥动手臂，急忙将他送往最近的医院。医生告诉家人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伤得太重了。只是他哥哥一再的哀求医生别放弃他，家人也一直为他祷告。后来神行神迹了，挽回他一条命，但他失去了双眼，成了瞎子。当他失明坐在黑暗中的时候，心情却非常平静。他很清楚，这是神在回答他的祷告，他必须要恢复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要与神和好。虽然他外面的眼睛失去光明，但里面的眼睛接受了神公义的光，开始靠近神，亲近神，真实求告神，祷告神，亲近神，渴慕耶稣。所以一天过一天，他里面的生命长大成熟。虽然外面身体有了缺陷，失去了双眼，成了瞎子，但他的里面没有苦毒，充满了天上的喜乐。他见证说，瞎眼使我得见光明，使我得见神的公义的光。所以有时神也允许我们遇见逆境，不顺利的环境。逆境比顺境更能帮助我们成长，灵命成熟。但愿神不需要这样对付我们，让我们早一点把自己全所有奉献给主耶稣，24小时为主耶稣而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至于我要仰望你，我要等候上帝，我的救主。我的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我们的仇敌不必幸灾乐祸。虽然我们跌倒了，我们还要站起来。现在我们在黑暗中，但神要赐光明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